好咁啊，賽馬 tips 啊，咁啊第一場4號之旺財，第二場1號勁進區，第三場3號凝聚美麗，第四場3號川河石區，第五場5號彩虹七色，第六場3號長勝將軍，第七場8號勁進輝煌，頭先第七場嚟㗎，呢個第八場7號志滿同行，咁第九場就1號勁沙塵，咁8、9場賽事講完啦，咁今日呢就好古怪熱門就特別多嘅，堆埋一齊，都未必會中嘅，不過睇下佢會唔會控正我所揀嘅馬。